芳船仔时代吼，澎湖船仔来这边卖因的海产，然后为遮在台湾本岛的这盐啊、糖啊、等下安尼。遮就是一个西拉雅的部落，即摆后壁遮是较早的港厝，镜头要加200-300吨啊。我后壁的这间就是最有名的王爷庙南昆新大天府。我即马徛这个所在呢是北门，你敢想会到？几百年前哦，即马下骹拢是一片海哦。咱若西湾头去看较早台湾的地图，就会当看到吼，迄当阵台南地沿海即搭，岸北到南，顶头有倒风内海，下边有台江内海。啊，咱现主时的人哦，毋通就是讲这敢若是两个小小的内海尔。这两个内海吼，确实是包办迄当阵台南地百姓生活种种的需要。台江内海，听我讲是以早吼台南地政治甲经济中心点。啊，倒风内海嘛是迄当阵台南人生活的中心。啊，总是哦，因为土沙坐底，一日一日时间经过，这两个内海哦。即当阵嘛，拢已经成做平地，转变做现代化的城市啊。唯一咯，敢若剩北门下湖一片烂地，就那亲像咧甲咱提醒，卡大的这片土地，100年前哦，捌是一片大海哦。这是北门哦，海埔新生地甲倒风内海较早位置吼，诶，即个北门下湖的中的所在。对，安怎讲就是讲内海其实一直随着这气候啊，甲即个河流的改道，拢会改变。对，有改变，地形的改变。因为咱即马看到这后壁正正的这片吼，就是即马的内海嘛。对，啊，较早倒风内海为真大片，伊范围足大片哦，为下营的西边、满岛的西南边，一直到这个所在，拢是倒风内海的范围。为什么迄阵遮会叫做倒风内海？啊，这个倒风内海是安怎形成的？哦，你问这好问题吼。倒风内海啊，古早是安尼吼。东北季风的时阵，这个陆上的风啊，为遐吹落海面。那么当时的船啊要入来，都变成清风，啊，这个倒光风，这个倒是面风而行。有。那么倒风内海，这较早一直有迄种迄个溪流吼，一直到较内面的所在。所以形成有头港啊、二港啊、倒风了，这一寡庄头。啊，较早这个倒风内海，咱知影讲，这个内海哦，对于这个内港的这个运输啊、甲商业是足便利的。啊，迄阵大家的状况是啥？较早这个所在吼，甲澎湖咧通航，芳船仔时代吼，澎湖船仔来这边遮，伊来遮卖因的海产，啊，然后为遮在台湾本岛的这盐啊、糖啊、等下安尼，所以这参澎湖甲北门这边遮，伊通航已经真发达。是。我摇啦，就是讲伫咧内海吼，因为有一个咱讲的这个昆新呐，当做一个天然的爆花，伫咧内海应该这个水是足安全的。这个所在，这个线顶吼，这个线顶叫做王爷港线。那么这个所在为集水溪吼，落南一直到将军溪有6公里左右吼。那么这条线就是隔界内海参台湾海兼外海的这个所在分界点。啊，所以你才看到讲，咱这边遮风平浪静吼，啊，这边遮要有影啊，这种隔界。老师安尼讲起来，就知影讲，较早倒风内海其实应该是足快，但是落尾咧，就拢要手啊，规个倒风内海那会拢规个都无去。对，啊，这个开始按台湾的地理变迁吼，时间无偌久200年尔吼，因为倒风内海上定哦是北江溪参集水溪这两条大溪的冲击出来的这个的平原吼，顶流的这个沙个输沙作用。然后包括海面这海沙形成的这个地理变迁，经过几届大风台，亲像讲北江溪伫清朝的时代啊，清朝康熙年代，大概18世纪的初期，甲18世纪的中期，拢全面发生过这个改道，然后伊的沙就分入来，包括以后各只人人为的这个开垦，造成倒风内海面积的拢愈缩愈小，变成今仔日看剩下这个面貌安尼。哦。这个所在呢，本来哦是西拉雅北部人徛起的所在，啊，但是尾抢因为气候的变迁，这个内海哦渐渐就去互土沙坐底，
啊，另外大航海时代的荷兰人嘛，伫咧这个时阵行脚到，自然呢，这块土地的历史就开始改变啦。我即马徛的这个所在呢，是伫咧吉贝耍的大公界。大公界这个所在呢，是西拉雅族文化加信仰的中心。不管是举办活动，还是要讨论代志，拢是伫咧这个所在。西拉雅平埔人伫咧嘉南平原生活至少超过200年以上啊。因上界出名的，就是因拜阿立祖的信仰。因也是现主时伫咧台湾保留家己的文化上界完整的原住民其中一族。但是我嘛真好奇讲，西拉雅人伫咧迄阵岛风内海的生活，到底是啥物款的模样咧？老师，咱即马伫咧即个吉贝耍部落遮，咱知影讲较早就是讲遮就是一个西拉雅的部落，但是其实一般的人对西拉雅即个文化是较清楚。是。甲巴说这部落差不多伫乾隆60年左右形成的。当初的时阵是因为清朝政府伊实施一个政策叫做反屯的政策。林爽文事件了的时阵，就考虑迄个防卫台湾的一个模式嘛，所以就将平地遮的海边遮的石番调来山边屯守，守啥物？守山顶的青番，含守山内土匪。较早人讲即个岛风内海遮，即规大位啊拢是西拉雅族。迄阵大概是啥物款的状况？岛风内海最主要是2个社啦，就是小人社含即个麻豆社。是。这2个社互相之间有哪拢会修正。以前是一个社，是一个国家。比如讲，伫1623年的时阵，荷兰人要来占台湾进前，伊有派伊的商务员2个人来到阮小人社入内底做记录，看到这个小人社伫岛风内底过一个介自由自在的生活，做个掠鹿仔有哪会去海边掠鱼，迄个整个社的迄个街仔路啦，含厝啦，摆了足济全的，差不多5-6块，就拢有一个古井，伊都有5个公共的空间，就是这公共空间内底，就是大家去遐开会，少年人去遐练功夫，去遐战斗的技巧等等。所以伊形容讲，小人社啦伊的这个规模和伊的设计，袂输欧洲任何一个城市呢。那是迄阵西拉雅族拢是遮尔完整的势力啊，文化嘛是足完整。荷兰人一来的时阵，是安怎斗阵？落尾那会渐渐就汉化。有荷兰人用的是啥物？一般上共款的殖民统治方式，就是分化。因为新港社人少，定来叫阮欺负，因就去荷兰人遐嘛，荷兰人利用伊来分化来拍我。对。较碎的家。我嘛是含有对抗啊，台湾第一个对抗外来的政权的这个抗暴事件，就是咱咧讲的叫做马岛社事件。是台湾原住民含外来政权第一个条约，我们定条约，含有定条马岛条约嘛。因为这个关系对岛风内海、台港内海这原住民就开始渐渐去甲荷兰人。对，含荷兰人都爱听伊的话啊，听伊话。是。老师我拄则行入来的时阵，看到遮足侪建筑，参即种拢是足古老的，但是看这种感觉拢是汉人的较侪，是毋是就是即马西拉雅的建筑拢较无留落来？无共款的族群做伙时阵，其实伊互相去学习。其实这个厝我来讲，这是西拉雅和荷兰的文化结合做伙，咱叫合成文化。你看这竹面啊，你讲这用竹啊做竹面啊，所以西拉雅做用竹啊嘛，所以外口这个土含。切啊壳，那钢的球土抹起了是荷兰教。老师，因为你头拄仔讲到，参即块建筑就是汉人加希腊的文化结做伙，只看到即马的结果嘛。咱知影讲伫咧台湾，第一个汉人的政权就是郑成功，迄阵来遮，嘛是伫咧台南做一个行政的中心。迄阵希拉雅人加郑成功即个势力，大概是啥物款的状况？迄阵，阮无迄个土地的经营概念。阮的土地无迄个私人化，是，阮土地拢是共有的嘛。因为本来咱就生活伫遮。对，咱是共有的嘛，就是在社内底，大家去耕作内底嘛。毋过郑成功来的时阵，伊就将西拉雅土地占开，封予伊的家将嘛，封予伊的士兵嘛，去做开垦嘛，对不对？你无经过阮的同意啊，虽然讲伊有写着讲伊的条件写着你袂当去人侵犯着这伊叫番民的土地。
无主荒芜，就是无人种的、无人种植的，遐芳的所在，都拢变伊安尼。啊，原住民的生活内底都毋是安尼啊。所以，我的土地流失第一批上严重就是我，尤其伫岛方内底，伊迄阵一个正经中心时代是真卖的咖喱的所在，咖喱兴的所在，所以遐土地完全了，就是阮小人写的啊。地先讲实在啦，吼，就是讲伊迄个政权啦，对尤其是平埔族群这原住民来讲，是一个足大压迫和侵占。地先讲甲荷兰人赶走了后，带25000几个阿兵哥来到台湾，啊，为着要顾巴肚，伊就派这阿兵哥4界去开垦。所以即搭只要是经过军队开垦的土地，尾像就有人来称呼做是营盘田。啊，各营的名号呢，就会踏伫咧田字的头前，好来做一个分别，就亲像新营、柳营、甲林凤营。啊，这个名号呢，到今嘛犹原搁咧使用哦。老师啊，因为咱知影讲，伫咧岛风内海遮这附近，伫咧地形讲，迄阵伫咧遮开垦的时阵，嘛有一个政策叫做军屯啦。敢是就是即搭位啊？对，这叫做唔讲话，啊伊的庄头叫做中营，吼。中营。啊中营，咱那边有伫军营内底，有战争的时阵，就直接去烧战；无战争的时阵，就到附近开垦。啊，开垦的土地就会当饲养家己啦。是。嘿，这是迄个。叫做营盘田，吼，营盘田，吼，像这就是拢营盘田，吼，啊，所以这有足侪营，营顶、中营、下营，吼，啊有伊的功能来分配，有武卫、中协、二镇，吼，啊查某营叫真的柳营，查某营就是土地测量大队，哦，测量有多偌济公亩，有几亩田的意思，查某营，吼，原则上岛风内海遮的开垦就是由府城。伫南边、北边开始开垦，是。那开垦的当中呢，海埔新生地吼，就是积水溪、石门溪一直从山顶的沙土冲来，啊，所以伫南边开垦到北边了后，搁伫东边、西边开垦，吼，啊，咱这地图就是上较古早的地图，中营加下营已经伫海边啊，是。啊，这就是岛风内海，这台江。是，啊，咱即马伫咧倒位？咱即马伫这个点遮。哦，这个红点遮。对。啊，这个港呢，就是岛风内海内底有分3个笔册啦，吼。伫南边就是麻豆港，伫中就是鱼港尾港，伫北边就是铁线桥港。哦。啊，这个鱼港尾港就是伫岛风内海一个上界中心、上界重要的所在。老师，这个侵入会当侵入到内地，敢有啥物优势？因为迄阵伫岸边才是大船。是。那大船呢，无法通驶入来内底的载货，啊，所以伫遮大船换小船，吼，小船搭上大陆的金银铜铁锡金属，再来遮卖。啊，遮个小船呢，嘛是将遮个甘蔗做的糖、鹿仔皮、茶米运出去，运去安平港。来到遮换大船，大船再搁将伊送过大陆，也是送过日本，甚至送去东南亚。啊，这横港尾港呢，足深，伊叫做横港啊。啊，因为咱这个庄头伫横港的尾啊，叫横港尾，吼，啊，这就足热热。这就暗记啊，是这以前是真侪酒家，官员来到这，暗时啊遮休困休一暝，吼，啊，假日会知啊，换马无换车，啊，搭走去珠罗山。古早的码头就是伫横港尾，吼，因为这是咧做生意的。是。那罗尾手呢，大正9年庄夜场就是乡公所设伫下营，毋是伫横港尾，是安怎？石门溪加积水溪一直将土沙问落来吼，海就愈来愈浅，土地愈来愈出力。哦。乾隆的时代，咱坐所已经伫遮，啊下营它拄仔迄点伫海边已经伫遮，吼，搁问出来。啊客家这个岛愈来愈大片，乾隆搁过了后呢，到这个道光，吼，水就愈来愈少啊。嘿，剩一条足细条的公路通去入来。是。啊，正阵啊到日啊时代，吼，日治时代。全部拢已经变做土地了。国际贸易的城市，规个经济的方式、趁钱的方式嘛拢演变，变做一个农村的城市，变做做产。吼。老实讲吼，早前的横港尾这个所在是一个闹热的贸易中心。啊，伫咧清朝的时阵，这搭嘛是按府城到诸罗县城定着爱经过的所在。
尤其是迄阵的远港尾港，正正是岛风内海重要的海车港其中之一。啊，毋过哦，真可惜的是，遮的大港现主时哦，拢已经看袂到咯。遮除了他拄仔看到迄个石狮以外吼，啊，阁有3块石碑，即块台南排前3名的。哦，即块石碑顶悬记载，就是讲康熙年间，迄个时阵有一寡士绅，甲一寡做官的人呢，因无入遮的人呢，金银财宝呢，来起2条桥，一条来跨过即个远港尾港，一条来跨过铁线桥港，互即个古关岛呢，毋免定定拄啊。坐船搁换车，嘿哦，也是讲饮水来桥着放去，是，因是起真好的哦，嘿茶做的固定的桥啦，就在毋免搁搭仔多就对啦吼。嗯啊，所以这个古关岛呢，就是叫做三道府，离竹罗山到府城。啊，这个三道府经过2个港口，是，一个是远港尾港，就是咱遮；一个就是铁线桥港，哦，主要的干道啊，咧行的道路啦吼。这是咱台湾古关道吼上盖早的上线街，就是进的人车分道啦。嘿，中较低，后尾头起来的牛车马车行，啊，因为有拢灌水，嘿，啊，所以中会有迄个落雨麦啊，两边较悬，互人行吼，咱就行到两边安尼。两行较悬啊，安尼骹就袂去用踏的。吼，啊，所以台湾上盖早的人车分道就是这条远港尾街。他拄讲古关岛，这就是古关岛的第1间寺庙，叫做鸡头庙。伊古早叫做观音亭，今麦叫做观音寺。哦，这是真有历史的庙宇哦。远港尾叫做小洋洲，就是因为遮就是驿站。他拄仔咱讲的，吼换马无换车，换完暗时啊就是住伫遮，食饭了后要食第2摊。啉酒啊，唱歌，是去天后宫的后壁，或者暗街夜市。是，伊讲越女正姬，明眸黑齿，学问足大呢。越女更当越南来的小姐啦，是正姬，河南河北来的女孩子。哦，这是说的是国际庙的都市，所以各地来的小姐讲各地的话，拢我都能应付这人客就对啦。啊，这是远港尾北景之一啦，吼，叫做小洋洲啊。对。这就是古早远港尾港的港路吼，足连大的港。迄边迄个庄头叫桥头啊，这边这个庄头叫桥南啊，桥头啊叫桥南啊，中就是港路啦。哦，所以你正看到这个桥啊，拢伫远港尾港的顶悬，就是古早迄块石碑讲的，嘿，就是这个桥。啊，这桥头啊桥南啊中安尼过。全部拢旧港路，较南边这节，伊甲开一个人港的运河，大正9年，8天以甲开做乌山头水库的泄水道，这座叫做营大溪。营大溪一直流，接落去到旧的曾文溪的溪口。是，就较早买手啊，较早的阿王溪。是，安尼接起来3段接起来叫做将军溪。哦，所以将军溪是。有半人工的，400吨的历史了了接起来，吼。是，老师啊，咱伫头拄仔迄个观音寺遐看到迄个石碑，讲是小洋洲嘛。康熙加乾隆的时代呢，远港尾就成做一个15000个人的大都市咯。哦，这非常好业，因为拢伫遮做生意、做贸易，所以呢，远港尾的市啊呢，地点有28点。我听到28点，我还没等于进下市场甲算。这个有3万的人口，市场甲算起来15点，所以400吨前才就有28点嘛，表示讲，迄个经济的能力是正规的下整的2倍外啦。是，伫这抓。我就是讲，我即马徛的所在，不过是庄仔内普通的小路尔。谁知影讲，这搭吼竟然是几百年前岛风内海海岸边一个繁华的地头，甚至人讲吼。可比是一个小洋洲哦。较早可能这码头哦，其实伫地面上哦，它可能是它8公顷啊。
哦啊，这真安尼真诶，是这是迄个考古挖掘了吼，叫做遗址了吼，甲清出来吼。是哦。当然，较早的工也毋是遮小啊啦，应该是就范围足大，毋过进遐的路啊，他无法度去继续去清啊。较早人讲的这个岛风内海的这个麻豆的古港，就是伫遮。嘿，就是伫即搭，嘿。哦，你即摆后壁遮是较早的港厝。应该尽头要加2、300吨啊啦。因为咱知影讲，较早伫咧岛风内海嘛，有4个大的古港，就是即个天线桥、啊横港尾港、麻豆加即个咸水嘛。啊，你感觉讲麻豆即个古港伫咧较早这4个大港内面有啥物特别的地位？咱应该讲哦，那可能吼，即个港哦，应该是比其他3个港应该是较早发展出来。是。因为伊的边仔就是迄个较早平埔族人的麻豆社。迄阵平埔族甲即个外口的人，差不多交易拢是咧交换啥物物件？你若看后来应该是伊遮即头有鹿皮，迄个鹿皮，主要是鹿皮啦吼。可能伫2300年前吼，遮曾经就可能有交中国大陆有交往过，因为遐捌挖出一个伫东箭头。铜箭头吼，啊，迄个时代可能拄啊伫大陆拄啊建国时代，啊，毋过有这个东箭头，会当证明就是讲，较早伫遮诶先民吼，伊早就有交卡面的世界，其实有一个交易互动啦，互动啦。伊诸罗县志哦，伊来咧写，伊讲哦，麻豆港是一个插港哦，啊，在商船。伊讲商船会当来到遮载糖交车，是啊，到麻豆社东为主，这足明显哦。过去吼有真济溪水的一抓一抓流入来到岛风内海，啊，小接的溪口就会变做是一个海车港。所以伫咧西元1711年到西元1730年，嘛就是这个内海上界繁华的时阵。听讲四周围吼大大细细就20几个港口。咱看到的这个就是落尾挖出来，你讲较早港口的这个结构嘛，啊，你讲这材质是三合土，这三合土嘛，吼，这其实早期应该是对荷兰时代到清朝拢即种较早无所谓混凝土啦，这拢叫三合土。啊，咱讲所谓的三合土，三合是哪？三合就是蚵仔较花啦，吼，蚵仔较花，啊，搁种迄个。糯米汁煮米，啊个芋糖吼，芋糖安尼搅做伙。啊，咱进来看吼，种材质非常的坚固咧吼，经过200几冬，即马个非常的完整啦吼。是。伊就这做一个斜坡，伊人员还是货物，拄安尼按直接咧进出吼。因较早遮即个可能一个糖业输出港，因拢讲糖人啊，就安尼连落，啊船拄靠里啊，连拄就船去，啊就出去安尼。货物还是人员的独家进出安尼就对。其实咱伫淡水、巴黎迄个淡水迄个要去巴黎迄个码头嘛，有类似安尼的，也是伫海边啊。讲起淡水迄个嘛是伫河港边的啦，啊遮嘛是港，遮是较早是一个车港。老师啊，这三个你讲像恁啊，这是？这其实只有石车啦吼，这较早是咧溪塘用的啦。你讲像石磨迄种？系啊，伊较早是两粒吼，拄啊一副安尼，一个叮当牛安拖啊当甘蔗，就直接等个石落那种，啊伊甘蔗就榨出来吼，就出来吼。其实较早呐，两粒石车叫做一张坡啦，所以真麻豆还有足侪交坡有关的地名，像叫寮坡吼。嘿，其实这很有故事性啦吼。较早要出这个要出皇帝，啊，毋过清朝认为啦，出皇帝安尼对清朝的江山有危害，所以就派一个占地官要摆这地理。伊拄啊伫这穴顶悬哦，做一个桥，啊，等于讲做桥迄阵，做桥迄阵打断坐啦吼，啊，伊叫人准备30来辆石车，72辆石头吼，啊，坐了，啊，一个剑插落。30辆石车，72条吞了，拄啊36天罡，72地煞，啊，就把这个灵穴压住了吼。这当然这是一种迄个传说啦。啊，敢有挖出来？啊，毋过后来这个所在咱拢清出来，啊，反正真的是36颗吼。
而且排列的很整齐哈。如果以科学性来讲，伊是多，比如做一个桥墩底啊，喺旁边加固的啦。这等于迄阵滴水设备就是加固，这是一个科学性啦吼。啊，毋过可能迄阵多做桥哦，遐道那是拢涌泉口，伊多甲一个大涌泉口吞掉，所以后来这个港哦就慢慢淤积啊，失去这个功能哦。听老师咧讲这个故事，真正是足趣味的。原来麻豆较早就是西拉雅人徛起的地头，啊，荷兰人来到位了后，竟然阁有咧教西拉雅人学习文字的这段经过。啊，尾像中国人嘛行骹到，看水窟头水温是真利便，嘛竟伫咧这搭所在生态发展。所以才会伫咧这个所在，啊，阁会当看到200当前码头的位置。你看，时间已经这么久呢，若毋是这个文物去互人挖出来，啊，咱嘛真歹料想讲，即马已经看无港的麻豆，100几年前竟然是一个繁华港口。其实这麻豆街就是较早平埔族聚落所在啦。较西边这是汉人，其实来拢伊伫港边聚居了其实到康熙50几年。这已经形成一个汉人的聚落，都在这个港边啊。是，因是和平斗阵拢生活伫咧麻豆。应该是和平斗阵啊，甚至因进这搭有一个文兴殿你也可看出平埔族人甲汉人共同捐钱来重修这个文衡殿。因为咱伫咧这个课本啊，观顶嘛有看到，人讲这个新港语啦、新港文字，嘛是迄阵这个荷兰人甲这个西拉雅人，就是讲因要传教啊，甲伊写出来。写出来就对。西元1717年，《楚罗县志》内底有记载：倒风之水分3港，北为铁线桥港，南为横港尾港，西南为麻豆港。港水日指麻豆城边子，相传到处在5国，唐定会。倒风海域周围为平埔西拉雅人活动、采集、捕猎之地。你看，可见讲倒风内海这搭围仔的平原，拢是西拉雅人咧活动的地头。而且咱拄则所讲到的港口，嘛拢是汉人渡海来到这搭上主要要选择的所在。老师，你看，即马咱看到遮足侪盘啊、甲碗，拢是遮挖出来的文物。这其实都伫咧码头边挖出来，应该为了码头遗迹挖出来。这碗拢应该是较早遮伫码头边应该是较早有一个钟头叫做鳌牛吊钟啦，鳌牛。这个钟头是非常的富庶啦，富有到我都用这是。而且码头都有4个角头啦，就是讲迄阵这麻豆街。是平埔聚落多汉人伫一个4个角安尼徛起这有人讲4角。来就是讲番虾变汉争啦汉人到慢慢进入这原来番虾的北部蚕食鲸吞聚落所以麻豆的发展是4角变8角，8角变12角就这麻豆街面完全就变成一个汉人的街面啦4面变8面，8面变16面，刷落去就变每一面拢是啊。本来是西拉雅主要的社，甚至还未到100栋，就已经变做汉人的庄头啊。而且生活过的人，拢会留着淡薄仔的记号，这个记号呢，拢是咱的历史，嘛是台湾这片土地的故事。有的故事会点点藏伫咧心肝内，有的故事。嘛会互人写落来，藏伫咧诗句内底。这是咸水田寮的台湾诗路，伫这条清幽的诗路，会当看到足侪美丽台湾的歌诗。做迄间调又是情。管他是一见清明，父母带有风偏暖，地不崩山路到平。向上野花吹千去，春归林鸟还时情。
客风未服贫富蹙，绿草春春木独生。这首诗是清朝时代的头人陈维英。有一摆到南部的时阵，经过咸水港看到的风景。咸水港是岛风内海主要4个车仔港其中之一，嘛是当当时岛风内海到本港之间上大的港口。啊，这搭毋但是要紧的军事据点，嘛是岛风内海唯一一个有交商咧运作的港口。啊，常常拢听人咧讲，一府二鹿三艋舺4月丁。这个月丁讲的就是咸水港。伊平埔族的时阵，就是荷兰时代吧。是。阮遮讲塔库巴。塔库巴，然后尾仔就是有汉人来甲阮这塔库巴号做大姑巴。大姑巴。所以电信讲时代就有读册人来讲，这大姑巴歹听。就爱用天顶28个生肖来号名，叫做大魁壁、大鸡壁。这个人感觉阮这港口咸水这有2个港口，一个咸水港，一个正水港。啊，到尾讲就是可能台湾的教育程度无遐好，所以讲这个盐，安尼都用盐水港。较早遮嘛是岛风内海其中一个主要的港口，所以遮的水拢是海水，所以叫咸水。啊，所以全部岛风内海一个上重要的一个港口。是。所以真侪农作物拢爱经过这个港口出去。咸水这个港口，有人讲伊的形体就哪亲像初一的月娘同款，月眉弯弯。早当时才会互人称呼做是月丁。啊，另外嘛有人讲是漂洋过海的漳州人，怀念故乡的粤港，才会来号这个名号。咸水嘛是迄当阵台南地一带出口农产品上主要的港口，大只船拢会为遮出发，驶去到福建，甲人去做生意。啊，遮的人拢讲咸水是迄当阵岛风内海上好野的船头。若讲到遮嘛一定会去想到遮的高商。较早讲一府二鹿三艋舺4月丁5得插。啊，这是啥物意思？是讲是港口的顺序，啊嘛会当代表月丁这个港口迄阵的状况。阮月丁的那摆地时的意义就是讲有一种农作物，叫做甘蔗。是。啊，甘蔗藤产生的经济效益有够大，因为荷兰时代欧洲咧啉咖啡的时阵，第一要爱台湾的糖。啊，台湾的糖生产出来。到欧洲的时候，因感觉啉咖啡用这种糖上好，所以叫乌金价销真悬。所有的甘蔗就是咸水、新营、白河后壁善化，就是这个嘉南平原的生产的甘蔗。这些糖拢用渔车运来到咸水这所在。是。啊，咸水港较用船运出去安平运出去。去东石较当咧运出去欧洲去日本所以这个港口伊的经济能力真好。咸水这个港口就是有一个招商叫水沟，就是安尼来。咸水港会当讲是有一个好地理，交通嘛是足利便的，所以才有遐济高商踮伫咧遮咧做生意。可比讲有柑膏、米膏、布膏、水膏、糖膏。拢是因为这是一个商业徛起的好地头。这间八角楼是伫咧西元1847年，糖膏的生意人叶开宏，甲伊4个后生所起的。嘛是因迄阵做糖业生意的办公室，位是起甲气派，阁好看。所以这间八角楼伫咧岛风内海这搭是足出名的甚至连日本亲王来到台湾的时阵，嘛学落到村。咸水。唯一的2层楼，2层楼就这间尔。你讲同早的时阵，唯一一间2层楼，敢若一间？伊的子孙甲我讲，因为较早无手机毋知伊的船有对大陆转来未？伊住楼顶就当看到伊的船看到港口。港口，所以伊对遮去看到西边的港口去，就当一清二楚。伊趁真侪钱，伊甲台湾的糖运过大陆，运过日本。转来甲大陆的建筑材料好，
啊，就是我布匹也好，拢运倒来这个所在。其他3个港嘛有遮侪高航嘛，还是讲干那伫咧咸水遮有尔？咱知影吼，倒往内海的船啊出入拢对布袋港。布袋港入来第一个是咸水港。是。嘿，要入去到麻豆港的时，因为河道愈来愈小，所以全部迄是较内底的所在。全部的贸易公司拢设在这个港口内底，所以这个城市就是做个做生意的所在。咸水港是一个商业徛起的地头，遮好野人所起的厝呢，自然就比别个庄头搁较大班。伫咧港边的桥南老街，伫咧清朝时代就是上北南下一条重要的路。你看，甚至200吨经过啊，咱看遮的街啊，其实拢还阁有法度去猜想当时咸水港车营的状况。这是街屋做生意的，对后壁入会头前出过，你讲较早遮就是商业区嘛？商业区。老师你感觉桥南老街对咸水这个小镇较早的重要性是啥？因为咸水搭一个桥，叫兴隆桥。这条老街就是对台南市接出来的古道，就是对台南经过善化、经过新市、经过麻豆来到咱昨是一个古干道啦。太子径，铁线桥太子径来到这个所在，毋是这个所在就结束。过破厝。会当继续落去，鹿港就是一条台湾用行的步道就对，所以这条老街真重要。会当讲是第一条痛快线啦，所以咸水有一个油膏吼，就是卖石油的。是。迄个时代就是讲日本时代，台湾迄阵4间石油公司会当加油的所在，咸水一间。咱桥南老街的这个所在，就是讲这个位置是咧港口边啊，一上花就会当来到遮嘛。这条步道会当连落对台南的新农街嘛是港口边啊，一条步道会当甲一寡农产品会当用路上安尼甲。牛车啊，是讲人力啊。对。桥南老街的重要性就是安尼。这个所在拢较早叫韩签市。韩签市咧卖韩竹签的所在，这间就叫马祖径，较早毋是叫马祖径，较早叫做福德树。福德树，拜土地公的。尾啊，就是讲1623年的时阵，因船仔顶有一个马祖，同我摕一个放这所在，就是糖胶马。糖胶马因就是讲运糖带顶头，因拜马祖保护因到海上会当平安。是。1623到咱今年就拄好399吨，明年就400吨。这个城市的历史就是。是。迄阵规个街市大概是安怎发展到即马？这个城市有了后因为马祖径头前叫马祖径街，马祖径到徛人庙遐变中街，到徛人庙遐就是到北角楼遐变徛人庙。是。因为有一条街叫做三福路，就是布街，是安怎？较早的附近的人，若要嫁祖囝，拢会来到咸水港，因为遮资源较济。到咸水港，会当买到较好的布。南北货拢有。所以咸水这个城市是完整的一个城市啦。伫咧清朝雍正的时阵，咸水就已经是一个足有规模的城市啊。甚至来到道光年间，清朝政府搁伫咧四边贴墙围，起了东南西北4个城门。但是尾厂因为积水溪甲北江溪做大水，规个公路都去互拖沙坐底啊。咸水港就安尼，就渐渐失去伊的功能，无法度搁再运作啊。以前听讲伫咧南部拢会当看到产这种足大片的甘蔗田，但是落尾因为台湾的糖主要拢是进口较济啊，
所以即马敢若剩好尾、甲鲜花，搁有咧制糖，啊，其他的糖厂呢，慢慢拢转做观光的用途较济啊。这个所在糖业的发展哦，同早爱讲对到西拉雅的时代。西拉雅人本来就有咧食甘蔗，啊，搁来到清朝的时阵，汉人来到台南了后，就开始大量哦落去种甘蔗。尤其是后来荷兰人甲牛引进来种植了后，农业的技术就规个互提升起来。啊，到日本时代了后，糖嘛变做是台南地一项重要的物产。你看，干那一项糖哦，就互迄阵遐尔济台湾人有好日子过。啊，点伫咧即个平原中心点的新营，当初时嘛是因为糖来发展起来。老师，啊，咱即马徛即个所在是新营的即个铁线里，铁线里，这个名敢若讲即个岛风内海的即个铁线桥港，足相像的。这铁线桥港就是即卖铁线里。是因为刚拄来的时阵看到这个同济宫，嘿，同济宫内底拜嘛是妈祖嘛，是。啊，就知影讲较早港口边哦，一定有一个妈祖是面对港口。唔对，这个所咱即马徛这个所在，你来看吼，拢无海啊。是。吼，啊，溪嘛较外围啊。啊，这物贩生意吼，新的地区第一家，即马变一个里。荷据时代到迄个到迄个电信公时代，到雍正那个乾隆那个年代吼，这个所在是新营地区上老热的街市。新营第一家就是伫遮，无唔对，这就是铁线桥，铁线桥港。南边遐就是啊毛港尾港，就吴港尾港。毛港尾在那边。中央有一条桥叫做铁线桥，伊是桥名嘛比地名，有人怀疑啊，讲我迄个时阵较有可能用铁啊做铁桥。是啊。我感觉应该是安怎？应该是到类似吊桥、吊桥迄种型吼，大条绳啊扭过了后做咧桥吼，所以你来到迄个乾隆23年，迄个重修凤山县之后，有一句话咧讲。铁线悬桥，长庚水系啊，庚就是那个中文语就是啊大条蛇啊，是。所以你要看迄个到凤山县志内底有这个证明，就表示讲真正有迄个大条蛇的桥。哎，敢会当讲就是讲铁线桥港是这个岛风内海四个大港，同早开始发展的这个港。我迄个拄了县志，伊内底就来写，伊讲吼铁线桥港，哦。往郡大路就是往郡的大路的边啊，有桥，而且商船可以到此来载什么呀？五谷、糖、精等货物啊。所以你个咱这大家较早做老个船会再驶到遮再会。老师，所以咱这条即马行的就是较早咱讲新营第一家。对，来，你来看这个街屋吼，这个街屋虽然是唔是像较早的时代的面貌啦吼，是，但是吼，即摆佫会当看出迄个店面迄个形。你讲这个房啊？房啊，迄门房，较早伊个门房怎样？爱一笔跳落。哦，你讲会当睇，甲迄个大酒店遐嘛是差不多，就是安尼，都店面无介看，但是足长。啊，足真诶，是。哦，大概台湾的迄个街屋是较早嘅街屋是这个形。老师，迄阵新营第一家，伫咧这个街的观点。大家都拢是虾米款的商业？较早就是糖吼米，有一个糖铺咧做糖，哦，啊嘛有盐市，哦，这嘛有盐市。迄阵的甘蔗田呐，是咧拢伫附近，还是讲四界花啊拢有？台湾种甘蔗，离来到民国时代就开始咧种啊，是。所以甘蔗离咱台湾是足重要的一个产物。啊，所以制糖的时代就是清朝时代，都拢有咧制糖，所以有咧糖铺。较早就是拢发展咧糖铺，所以自清朝时代都拢有咧制糖啊。原来遮吼就是早前岛风内海上早开发的铁线桥港。啊，老师嘛讲吼，莫看即马是一个清幽的庄头，铁线桥港哦，当咧正营的时阵，遮有卖鱼的、卖肉的，啊，阁有面粉工厂、米甲汤铺、柑仔店、油车间。啊，阁有戏台甲客栈，啊，尾厂哦，嘛又阁是因为集水溪做大水，水路改变，土沙坐底，铁线桥港无才调，阁互船只来靠岸，啊，所以哦，就渐渐无法度阁再运作了。啊，后来伫咧日本时代，嘛因为创款线甲铁路的建设，拢经伫咧新营庄的迄边面，人哦甲商业的发展，嘛做伙挖过去。
就安尼四大车港的第一港，就渐渐互人放袂记咯。老师，咱知影讲吼，伫咧较早即个咸水甲新营遮拢有即个糖业，但是落尾就是讲咸水遐渐渐没落，新营遮就愈来愈起来，因即个之间的这个消长的关系，大概是安怎？咸水港厅就叫咸水港厅，糖厂嘛设伫遐，所以照讲遐做老热。但是到了1920年，新营这个行政区变到新营郡，所以经过20冬，心急啊，新营变郡，咸水港厅变咸水港街，在中央20冬发生啥物代志？发生两件足大的代志，第一就是铁路的开通。纵贯线的开通，迄是1908年。第二个就是新营糖厂的转变，铁路开通了后，咸水港迄个华来糖厂，伊为着要运输的方便，所以才设一个书城，设一个事务所。伊想讲吼，安尼都无方便，过去啊，过去怎啊设一个糖厂到遮，新营制糖所。是，所以其实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这个铁路无经过咸水港，主要经过是新营遮。因为当地的人吼，感觉讲铁路对要过，影响地力啊，所以这铁路的影响加糖厂的影响，对这新营这个新兴市镇的影响是人个上大的因素。本来岛风内海四大车港是台南地最重要的港口，嘛是安平港上界主要的仓库，再来互安平港。会正做是迄当阵台湾的第一大港，总是讲买手因为内海这几条溪陆续咧做大水，水路是一条一条塌起来，内海的范围嘛对咧愈来愈小，百姓歹生活，佮加上交通路线的变化，落尾就互四大车港的繁华，就敢若留伫咧大家记忆内底咯。虽然讲大环境已经改变啦。但是嘛，有一寡人佮踮伫咧即个所在靠海食海，继续咧经营百几年前就已经存在的行业哦。老师，咱即马摕即支第8届，即支要创啥？这个第8届，这个盐收啊，这个叫盐收啊。这盐收啊，安尼收盐就是安尼收盐，安尼收盐。收啊，课中规堆安尼。不了重呢吼。安尼规堆起，盐不落规堆。较早咧做这拢是啥物时阵咧做？拢透中大较多。透中大。安这是伫遮附近遮。敢会冬日？较早是有水挂水安尼吐，搁海搁重。较早拍盐要收盐，拢即个时阵咧收盐。就是讲迄个结晶起来生盐迄时阵，即个时阵上多上高，所以一般盐面拢伫即个时阵咧收盐。一直收到下晡暗头仔时阵结束，你收。较早盐缸逐工拢拍甲掉。对，所以这盐缸有3种病，着白内障，会着膀胱癌，会着乌骹病，所以较早拍盐真辛苦。是，有影是较早拍盐敢是一种，就是讲伫咧内海内面较特殊的产业。对，岛风内海最重要2个产业，一个是渔运、饲鱼，这就是拍盐。是。这个正海盐田是18年开始伫咧拍盐，这是热东盐田第3代。2002年台湾所盐业收起来了，较早县政府将这个所在保留落来，做体验做观光盐田。做这观光。所以规台湾头尾村遮较正常咧拍盐，要咧拍盐。迄落鹿港遐较早嘛有嘛。是。迄种的拍盐的方式，甲即种的敢是相像的？一般拍盐有2种形态，一种是土田，是。一种是咖啡田。你讲咱即马看到即种？这咖啡啊，迄个酒红吼，讲好破了，迄酒红的迄种迄脆片落去铺的安尼，到水完全袂湿落。是。你个铺田价啊，佮润平安尼。所以迄石润为倒来，为平下来，平下是要拍的，玄武岩。所以这个所在有真侪物件嘛，甲平有关系。因为遮嘛会当甲平湖，较早澎湖时代有咧通航，所以这产业到这目前发展到遮来，还要从观光化呢。是。岛风内海呢，几落百年来，因为遮的地理的优势，有足侪人一个来到遮生活开垦。有原本生活伫遮的原住民，来的荷兰人、汉人，嘛有海产。嘛是因为遮的地理优势，
遮个港口愈来愈发展起来。啊，但是几落百年了后，因为这个沙土、本土规个分起来，原本的内海变做土地，所以讲遮个港口就渐渐失去伊的优势。啊，但是遮留落来的文化有渔文、盐田，嘛有少济文化的活动，嘛变做遮一种足特别的风景。